先继续来看，台中有病院甲软体科技公司来合作，打造全台湾第一个规模上大的智慧照护物联网，让这个长照的服务更加利便。 2005年，台湾特别到超高龄社会，为了提升是大人照护服务品质，有病院就特别和软体科技公司合作，打造全台湾头一个规模上大的智慧照护物联网。将来这个透过机器学习，透过人工智慧。 它可以做所谓的预警。病院讲，过去要量是大人的血压、血氧，拢要请护理人员到三工来量。这资讯该拍入去电脑内底，真麻烦。今麦透过智慧照护物联网，会当大大减轻护理人员的工课。那所有的运算在云端，达到一个最有效的一个运算的一个方式。病院嘛讲，未来这套病院台会控制20间护理之家使用，服务人数超过3000人，减轻照护人员的负担。 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乃瑜，要教给大家2个任务。第一个，华视新闻的脸书专页，你按赞了吗？还有华视新闻的 YouTube 频道，赶紧订阅起来，还要记得按赞，开启小铃铛哦。